对咱的这是教会开始的所在。所以耶路撒冷就代表这个信仰。伊离开信仰，行往一个未知的所在，毋知的所在，黑暗的所在，就是因为迄时是一个尾暗的时阵。当咱亲像咱的信仰的路站共款，当咱拄着物质、困境、患难的时阵，咱感觉足痛苦、足忧伤，咱毋知要安怎行，甚至咱有足侪的疑问，咱失去盼望，甚至咱会想讲，做基督徒信耶稣有啥物好？咱想要离开咱的信仰，咱想要放弃，想要转去过去的日子，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加入，温度的心搁再一摆来火热起来，因的性命受到长势。因知影，这个黑暗只是暂时，黑暗过去，搁有光明，搁有早起。所以咱嘛会用个讲，以马五这条路是一条信仰、长势、甲深化的路。是一条追求甲主同在、甲主同行的路。这嘛是一条灵修的路。通过灵修，咱会用个感受到主的同在甲帮助。通过灵修，咱会用个将上帝话语、教导来刻伫咱的心，那亲像印伫咱的心共款，互咱的生命、咱的家庭、咱的工作，搁较受到祝福。通过灵修，咱的信仰，咱的眼光，要搁较深化，去互主来眺望，来成做一个有盼望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呾伫患难痛苦的中间呢？咱是毋是若亲像这两个温度共款？咱有真侪的怀疑，咱有痛苦，咱面带着忧伤，咱失去盼望甲气力，咱毋知影要安怎做。敢若有主耶稣的加入，才通互忧伤成做欢喜，互流目屎来成做欢喜的泉源。好毋好？牧师邀请大家来问家己一个路，一个问题，就是咱敢有相信？咱敢有相信？无论关山也是峡谷，咱相信主甲咱三甲伫地。无论咱偌歹，咱做过偌济无好的代志，伊接纳咱的软弱。伊陪伴咱行即个11公里的路，伊听咱对伊的倾心吐意，伊教导咱应该行的路，伊等待咱的心，搁再因为伊，搁再火热起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以马五这条路，耶稣用2点半钟。互即两个温度的心，搁再一摆火热起来。咱的信仰的路咧，咱要互耶稣等偌久，才会用个搁再因为伊来火热起来。望咱做阵来行即条以马五的路，迄就是灵修的路。这条路没有捷径，没有短路。嘛毋是一条简单的路，总是充满稳定的路。愿咱每一个人拢会个大声对主讲：主啊，我愿你来，甲主同行这条以马五的路。所以最后，咱做阵来唱一首歌。这首歌伊会用个唱台语，
总是伫咧网络顶面，我敢若找着华语，所以大家会用会较感动。好，所以今仔日要特别来甲大家分享即个新德圣经学院。大家拢知影，伫咧以前的时阵，教育无法度遐尼普及的时阵，新竹圣经学院伊是一个高中毕业就通去读册，毕业了后会用摕到即个大学毕业证书。伊对伫咱即个教会。即个传道者，伊培育非常侪真好，佮忠心上帝路幕。总是因为时代的转变，即马咱知影，即个圣经学院伊已经无佮招生吼。毋过伊即马转型，成做一个灵修的场地，佮有教育的场地，所以。毋望大家对圣经学院搁再继续支持，因为咱即马即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就是咱长老教会，目前来看，敢若有新竹圣经学院，因有提供即个灵修的场所。佮有即个灵修的那个课程所以毋望大家对即个本宗的即个神学教育，佮继续来支持。多谢大家，咱做阵祈祷。请来祝阮感谢。